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。日期2025年12月18日，第19天。主題喜樂，題目安然居住。經文詩篇第16篇9節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最近天氣轉涼，我就約朋友去露營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露營呢？當我邀請朋友嘅時候，有啲人呢，佢話喺郊野嘅地方呢，唔能夠瞓得着，所以呢就會推強。睡眠似乎係香港人好關注嘅問題。當教會舉辦宿營活動，亦都會有啲人話陌生嘅床鋪好難入睡。有調查顯示喺香港有近40%人呢受着失眠嘅困擾。除咗環境嘅因素之外，仲有啲咩影響我哋睡眠嘅質素呢？身體同埋心靈係一個整體，係互相影響嘅。例如身體有不適，會影響心情。精神同埋情緒困擾，亦都會導致我哋身體嘅唔舒服。香港人呢，工作量呢一般都好大，壓力呢同樣都大，情緒呢容易受到焦慮困擾，呢個係失眠嘅主要原因之一。喺第9節出現一個關鍵詞，因此。作者大話，我心裏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係因為前面1至8節所提及嘅原因，佢能夠投靠主，專一嘅去敬拜佢，滿足現時所擁有，願意接受主嘅指教同埋警戒。佢係從思想到情感去全然嘅去依靠主，縱使喺環境惡劣、生命面對威脅、心靈感到擔憂或者恐懼嘅時候，佢仍然能感受到快樂同埋平安，以致佢嘅肉身都能夠安然居住。由於佢同上帝長期建立一份信靠而親密嘅關係，故此佢能夠安然自在嘅安息喺主嘅同在裏邊。劉俊圖弟兄曾經分享過，當佢喺明報擔任總編輯嘅時候，佢全程投入工作，由朝忙到晚，工作去到深夜已經筋疲力竭。喺臨瞓之前佢嘅腦仍然不停地轉動。當時嘅佢喺臨瞓前好需要一杯紅酒讓自己嘅思緒能夠平靜落嚟。當遇襲之後，喺醫院治療期間，佢重拾信仰。有一位讀心理學嘅朋友嚟探望佢，見到佢嘅心境極為平靜，就好擔心佢會唔會有創傷後遺症呢？雖然警察已經捉到嗰2個行兇者，但係仍然未揾到幕後嘅主謀。點解佢好似冇絲毫嘅驚慌或者懼怕呢？劉俊圖跟佢嘅朋友講，自己選擇相信上帝，佢能夠心境平靜嘅走過呢個痛苦嘅治療過程，相信完全係上帝嘅作為。默想，我現時所居住嘅係咪能夠俾到我平靜安穩嘅環境呢？喺每晚臨瞓之前，我會唔會不停地喺度思想，擔心工作、家庭、計劃或者人際關係嘅矛盾呢？讓我同心禱告，親愛主，我願將生命嘅主權全然交俾你。無論前面嘅環境係點樣，困難或者順境，因為投靠你，我便能夠一無掛慮，
並且擁有出人意外嘅平安。奉主耶穌名字祈求，阿門。